日啦吼，是咱今日课程就是安尼，吼，咱坐一坐咧，先来分享讲啊吼，台语文创到底就是咱有看迄个马来西亚安怎算语言嘛，对吧？甲做一种语言套人，对吧？吼，啊，今仔日咧吼，咱先来看讲啊吼，台湾啊，台湾到底安怎算啦？正做台语的迄个根据地啦，吼，伫母国啊，这要安怎来算迄个算台语啦？哦，安怎互咱其实啊吼。好，啊，第二节课是咱会来教大家有关读写的物件，像大家拢问讲吼，啊，啥物字安怎写，啥物字安怎写嘛，对吧？吼，第二节课是咱会来教讲啊吼，书典啦，书典安怎用，啊，搁来吼，平常时若要拍台语要安怎拍安尼啦，吼，一寡线顶的。啊，第三节下晡就是咧讲啦吼，啊，台语要安怎教啦，像讲吼，你要互你的囡仔，细汉囡仔有兴趣要学台语。啊，但是啊，要摕啥物互伊学啦？吼，你若一直甲强迫伊嘛无爱学啊，对无？是毋是安尼？吼，所以咱今日课程大概是安尼。啊，最后有一个 Q&A 的时间啦，吼 Q&A 的时间安尼，吼，就是问题讨论。啊吼，下晡啊吼，迄个科会长真甘心，专工去传加2句要互大家哦。真甘心啦，真甘心。这是我所有这济站内底吼，唯一。毋免扣钱的，就是即站安尼，所以你看会长，啊，佫有加2个咧，你看会长有偌甘心的，来，佮来，嘿，别家拢扣袂少呢，嘿啊，所以好，所以咧吼，就是这是一寡经验啦吼，重点就是讲啦吼。就是讲，第一就是讲，诚做一个老师，我思考2件代志啦。2件代志就是第一，我敢有甲家己敢若当做是讲话教科书啦，吼。讲话教科书就是讲，人讲啊吼，阮大概若伫迄个学校上课啦，啊上到老师上到学生困去，啊困去啊吼，啊就甲叫边仔同学甲叫起来对无？你甲迄叫起来一个，莫名叫起来，伊就安怎用你知影？老师，你家己甲用困去的，你家己甲叫。哇吼，因为老师讲较伤无聊，所以困去啊，困去。吼，所以咧吼，讲话教科书就是你敢若就是摕来念嘛，吼，啊真无聊安尼，吼，对吧？吼，所以第一就是讲，大家讲的，大家有兴趣无啦？啊，第二就是讲啊吼。啊，有的人是讲话真有趣味啦，但是啊吼，就是听了以后对大家拢无帮助，对吧？听了哦，好笑，啊就结束啦，吼，结束。啊，所以第二咧，我教的物件人听煞以后，敢真正对听的人有帮助啦。就是到底伫好笑的另外一面，到底有内容无？吼，这是我家己常咧鞭策我家己的啦，吼，一部分安尼啦。啊，但是若真做台语运动者，其实2项代志最重要啦。做运动甲做老师无共嘛。就是讲，是毋是 funny 啦，甲 money 啦，就是讲啊吼，台语我是毋是有法度来用甲真趣味，互大家感觉讲，哎哟，做台语是一个足有 feel 的代志，少年人讲的啦，足有 feel 的代志哦，足有 feeling 啦，吼，就是讲台语是足趣味的代志，安尼大家是毋是就想要做对无？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吼，啊，若趁着钱咧，吼，咱讲即摆全世界影响力上大的，就是华尔街迄只金牛有无？吼，是毋是安尼？迄金牛嘛，钱啦，哦，若咱趁钱，大家半暝嘛来做，对无？所以一个运动若要成功，咱的囡仔先来不爱学台语，第一无趣味，对无？讲啊，台语就是拢迄个足古早的物件啦，吼，无趣味也无现代化啥，无趣味。第二咧，趁袂着钱，对无？哦，来学英语，英语大家拢真敖，来学法语，吼，学中文，更较趁有钱，学台语趁无钱。好，啊，所以咧吼，其实啊，吼，一个语言复振啊，要成功，莫永远，咱拢讲吼，咱的望是啥呢？台语莫永远坐迫爱做啦，迫爱做就是讲吼，你政府爱甲你补助啦，维持，大家爱让你啦，安怎啊？迄叫做迫爱做啊，吼，就是爱让迄个，然后就不爱做啦，吼，迫爱做。啊，但是啊吼，袂当安尼啦，一定爱互伊变成功，会当家己安尼有一个正面的循环嘛，对吧？吼，好，啊，所以咱就来看。台湾安怎甲台语变做money？即摆即几年的试验啦，吼，即几年的试验，哦。所以你想象中的台语的文创是做安怎？所以或者文创大家知影啦，吼，就是甲文化的物件变成一种产业嘛，吼，啊去卖钱安尼。你想象中的文创，台语文创生做啥款啊？是安尼也是安尼，啊到底安怎啦？对吧？吼，安尼啦，这是啥物物件？怎么样来聊？盖好食豆饼啦，好无？这是台中的迄个科学博物馆的正对面的小大，逐工都有去摆啦，吼，盖好食啦，吼，是毋是安尼吼？盖好食啦，啊，这啥？
水啦，真若照伊安尼哦，哎，美西喎，哎念美喎，美西头慢哦，讲话迄个啦，讲话迄个无介标准哦，美西头慢哦，哇吼，就是安尼，往来缠的啦，对无吼，往来缠的啦，这叫啥？两车喏。两车，较慢啦，车相车啦吼。啊，内面即排啥？乌多摆骑较慢啦，有无？你看到无？乌白豆啊，佮注音符合有无？吼，是毋是安尼？意思是讲伊是载两个车啦，啊，逐个驶较慢的啦，吼，有无？吼，啊，若乌多摆吼无法度啊，你只好慢慢啊对安尼啦。逐个啊无，逐个若车就超车安尼啦。好，啊，佮来，吼。这吼，这八千是台湾甲日本拢足有名的卖囡仔用品的鞋有无？伊出一个啉水的杯啊啦，鞋啊叫做啥物？八千安怎？卖靠背啦，八千卖靠背，伊就是要互念纸的啦，就是你啉的，啉茶就好啦，摇巴叉啦，对吧？吼，足粗的啦，但是有伊的效果无？所以袂了了喎，拍一个车仔就是袂了了的意思喎，哦，是毋是安尼？吼，莫靠背啦，哦，好，啊，这保证安怎？无客兄，都毋是婚姻小概数，无客兄，保证安怎？真个袂啥，袂来啊啦，所以保证啥物件？无客兄，好，咱莫吵伊，先看一个，这个叫做啥物？很慢，嘿啦，这个叫做很慢的啦，好不好？很慢的啦，好不好？是不是安尼？所以呢，这个真慢无关系啦，这叫很慢啦，好不好？那这保证什么物件啦？很慢以后叫保证安怎？无克伤，无克伤啦，无克伤啦，无克伤无。克伤啦，吼，克伤啦，是不是安尼？吼，是安尼，这就是啊吼，台湾人的精神训练啦，阮拢安尼讲笑啦吼。是安怎呢？你要用华语去甲念无？克伤有无吼？啊用台语去想伊的意思，哇，爱听无？无克伤啦，就是无克着啦，对无？还这客兄讲无关系啦，吼，是不是安尼？类似的物件也有足侪啦吼，我即几年拢咧做迄个台语扛棒，你知影吼，啊所以收足侪啦吼，收足侪啦，吼，来，等下吼，这一定是啊吼，迄当阵咧研究台语主播的时啦吼，台语新闻安怎？报看卖啦，有无？报看卖啦吼，有无？哦，唠台语练台语，用台语报新闻，有胆就来报看卖。免经验啦，只要台语安怎？会练转啦，欢迎你来挑战，有无？是毋是安尼吼？迄当阵伊电视要做台语新闻的时会迄个广告啦，我看佫较大一撮啦，好啦，看佫较会清楚吼，安尼吼。好来，啊不要紧啦，线来拢大啦吼，这是台北师大路的。吼，你想我台北人拢无用台语对无？无啦，台北人嘛咧用台语啦，吼有无？这是师大夜市的正中，叫师大路吼，分河街的路口。这叫啥物物件？伊是目镜啦，你若看袂当看英语啊 ，is glasses， 是不是安尼？伊是目镜啦，吼。这开甲吼，毋若是迄个角间哦，叫甲隔壁间嘛买起来，开甲连续两间，伫师大路上头一个所在哇。叫伊是目镜啦，有路牌做证明吼，有路牌做证明，你看，这叫做师大路分河街哇，路口哇吼，伊是目镜，做甲真大吼，哦，过来啊吼，这生意咧卖咖啡的啦，啊，我甲伊破梗啦，然后这样了两，对啦，显著的咖啡啦，好无？显著啦，哇，显著啦，哇，显著。对吧？你客人装卖咖啡嘛，爱用台语啊，显著啦，吼，显著啦，吼。啊，这啥？奶鸡啊，扁板的奶鸡啊，哇，扁板的奶鸡啊，吼，甲鸡肉无关系啦，吼，甲迄什么劲肉嘛拢无关系啦，好不好？是不是安尼？奶鸡嘛，吼，奶鸡嘛，对啊。啊，这啥？
卖个门咯，真无啥，真卖个门咯。啊，对啥？电话啦。啊，以前啊无爱写迄个，无爱写迄个讲话，啊，共款会当念电话啊。啊，谁嘛要专工要念即个话？喂啦，吼，模仿迄个喂啥？另外一个是啥？伊甲大家讲吼，我是台语扛棒啦，莫用华语来念我。哇，安尼有啦吼，迄电话嘛吼，就是安尼。好，过来，过来，这啥物件？咱叫伊安尼念啦，莫袂咱叫伊咱的口音，咱叫伊迄念，就是啥？低会贵啦，哇，低会贵哦，英语字母拢出来了哇，低会贵啦，哇，是不是安尼？英语字母倒一个上贵，倒低啦，低水会贵哇，低会贵低啦吼。哇，低会，这是台中啊吼，后火车头啦，后火车头遐，有一个德安的百货吼，伊个门口遐摆，吼，迄低会贵啦，迄伫遐对。啊，台中上出名的鸡排就是啥？这间啦，一中鸡豪大鸡排啦，这是你若问台中人问100个，讲台中鸡排倒一间上出名，100个拢甲你讲这间啦，哇，是毋是安尼？一中的鸡排啦，哦，啊，伊的台语伫倒位伫遮啦？迄薯条安怎？啥物30，啥物50？食较紧30啦，啊，啥物50？食较久50啦，哇，食较。哇，什么都食较紧，食较久，你食较紧的就30，较俗，啊食较慢的就50，毋是啦，安怎？较大包啦，较大包50啦，啊，较细包30啦，哇，细份的30，大份的50哇。所以卖鸡排啊吼，无爱用台语啦。啊，阮兜附近啊吼，有一间叫即个鸡排啦，吼，即个鸡排，这叫啥？爱单，毋是爱单啦，爱蛋啦，爱蛋啦，阮的生意真好，歹势，你要买鸡排爱白人啦，吼，是毋是安尼吼？爱蛋啦，因你若袂晓念，伊搁甲你挑一只哇，爱蛋，挑烟你伫遐啦，爱蛋啦 ，fried chicken 哇，爱蛋啦，吼，迄毋是两个头家一个小爱一个小蛋嘞，吼，毋是啦，是生意真好爱蛋啦，吼，哇，吼。好啦，啊卖鸡排、卖咖啡、卖目镜，拢爱用台语啊，济咧。这个啊，这薏米啦，吼，我较大罐啦，上2000亩啦，对吧？这种台语对吧？薏米嘛，吼，薏米的物件真趣味啦，吼，你等下才互恁看，看薏米有一寡更较趣味的台语的物件。薏米即摆足爱用台语的商标哦，吼，用台语的，这我较大嘛。这你若即摆去台湾拢了看会着啦，我出国进前了看会着啦，吼，就是拢伊的语言拢安尼啦，吼，有啊薏米。好，过来，吼，一个真趣味，一个一定袂当互大家看到伊咧创啥，安尼大家才无。这啥？这伫新北市烘炉地啦，新北市有一个足出名的庙烘炉地遐哇，迄个边仔一间面摊啦，啊，即摆即间面摊嘛真出名，因为有即个牌啊，大家拢来遮看。这啥物件？速供底价，啥物伫遮？速供伫遮啦，哇！速供伫遮哇！哇！你看，对啦，哇！天哪，哦！愈台语愈好的人吼，愈袂晓念啦。台语好的拢会念树强地家喎，是不是安尼？啊，就念袂出来喎，毋知是啥了。啊，台语无好的拢照华语念喎，树讲伫遮喎。所以我就讲吼，台语看板的一个特色啊，民间学袂用的，就是讲吼，你一定要用华语去甲念，啊用台语去想伊的意思，有无？是不是安尼？吼，是不是安尼？树讲伫遮啦，吼。好，啊，过来，吼，伫遮啦，伫遮啦，啊，这个拜托安怎？拜托安怎？对吧？吼，台语好的人安怎念？昏倒袂软蛋哇，袂软软哇，昏倒，啊，甲倒昏无关系啦，吼，啊，甲软嘛无关系啦。对啦，昏头卖乱蛋啦，昏头啦，卖乱蛋啦，是不是啊？昏头卖乱蛋啦，吼，卖乱蛋吼，是不是安尼吼？迄烟蒂啦，吼，昏晒卖乱蛋。
有无？是不是安尼？你一定要用台语去来华语去来念，昏桃麦暖蛋。哇，爱用台语想伊个意思哇，吼，是不是安尼？吼，好，过来，过来啦，吼，这是高雄的一间迄个哈，高雄的一个迄个，嘿，护士安怎？屁屁串茫茫解决啦。这啥？什么车？李亚港，不是啦，怎么无人要用李亚港？这叫做啥？越野车。不是车太狂，越野车，你的车啊，你的车安娘话，哇，回忆安怎？泰哥泰哥啦，回忆泰哥恶心吧，内装安怎？垃圾啦，你的车安娘话，回忆泰哥啦，吼，啊内装垃圾啦，帮你处理解决。哇，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安尼？啊，对啦吼，这高雄啦吼。哇，啊你想讲少年囡仔拢无咧用台语对无？这就是网络少年囡仔写的字条啦，因家己靠伫网络。巴拉我安怎？我黑。唔是啦，巴拉可会当黑，巴拉写好啦。啊，肉粽中道安怎？吹过，个肉粽有吹过无？啊那吼，肉粽袂饱，可会当安怎？撒水饺啦，咱撒水饺哦，少年人用的台语啦，好不好？是不是安尼吼？撒水饺啦，吼。有无撒？我来甲出掉，无要紧啦吼。总共一句啊吼，台湾的台语看板啊吼，差不多就是讲，但是啦吼，但是我问各位啦，两个物件啦，你看到这个看板感觉真趣味，真新鲜对吧？但是啊吼，第一，你会感觉讲啊，安尼，所以遮侪人用这种台语看板，所以我感觉台语看板实在真有 feel。无啦，对吧？你嘛是感觉讲这是真粗的啦，对吧？像迄个什物车仔面共款有无吼？迄什物面啊，什么乌白菜，迄个是拢足下阶层的人咧用的啦。什物插伫迄个菜园内底啦，吼，叫人卖头版啦，吼，什物伫咧开一台迄个车伫遐咧卖的啦，吼，讲什物现版的安怎，嘛卖对无？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台语的文创，其实毋是这重点啦。安尼听有无？吼，毋是这重点啦。咱要讲的是另外一个赞助的台语看板。有设计过的台语看板啦，迄是毋是拢无啥设计？就是我想到啥就写啥，对无？吼啊，但是吼，即个头拄迄个看板吼，是阮摕去做第二种功能啦。啥物功能咧？阮小互大家看，讲啥物件咧？你会当看出讲吼，咱头讲这台湾人的精神分裂，对无？吼是安怎咧？就是讲咱看会出讲，台湾人有足大想要使用台语书写的欲望，对无？但是咱的教育无互咱有教育的训练。互咱会当甲咱想要爱的物件写出来，所以只好念用注音符号啦，念用华语啦，吼，念用英语啦，乌白斗啦，吼，反正就是要斗出迄个咱想要爱的迄个音啦，对无？但是拢斗袂出来，因为台语为台语家己的音，其他语言无的嘛，是毋是安尼？所以表示讲啥？教育，咱的教育互咱的训练无够，对无？吼，啊，当然有一个好消息啦，教育部有传讯息互我，讲明年的本土教育的预算，本土语言预算加5000多万啦。吼，就是因要去规划做寡代志安尼啦。好，好，啊，所以呢吼，另外一个赞助，吼，咱将要看是另外一个赞助的物件。台语混搭啦，吼，什么叫混搭？你知影？混搭就是咧台少年人的用语啦，就是讲吼套人啦，吼，台语人华语，吼，啊做伙来做看板，已经是少年人创业足时行的做法啦，吼，足时行啦。在高雄盐埕区的一间咖啡厅啦，叫啥物？好所在啦，你有看到下面无？下面有甲你飘落马字咧，哇哦！少年人开咖啡厅，除了台语，佫毋是乌白写的，佫甲你飘落马字咧，哇！好所在啦，哇！是毋是安尼？你吼啊，这个人是啥物人？这是台 PPT 啦，吼，少年人最爱去的迄个群组啊，诶，咖啡版的版主啦。啊，伊个咖啡版得到什么年度世界第1名，
听起来就厉害对吧？啊，其实即摆比赛足济，只要3个人参加来就3个无共的国家就世界，是不是？就世界比赛啊，对吧？哦，啊，所以伊个世界比赛，唔知有几个人参加，唔知影啦。但是总是讲有把钓过第一名就对啦，吼，有啊，是不是安尼？吼，好所在啦，哦，有啊，吼，你有看到罗马字无？吼，好，啊，佮来咧，这啥物？在蟑螂啦，这看会清楚无？这在蟑螂有罗马字无？有啦吼，这敢拢台湾系，这拢毋是台湾系物件，这拢一般的少年囡仔。这个是台生物科技的硕士毕业咯。生物科技是毋是足出名的、足时行的对吧？即摆啥物迄个基因改造啦，吼，是啥物药啊啦，足出名的对吧？但是伊毕业以后，伊讲啊吼，恁祖妈，查囡仔，恁祖妈袂瘾做生物科技，我要来去法国。学做果酱啊，你知影？结果啊，伊怎啊走去法国去学安怎做手工的果酱？当然以后，伊中华人啦，吼，中华上出名是啥物水果？社头啦，阮阿嬷遐中华社头遐，啥物水果有人知无？芭乐啦，以前咱都讲鸟芭啦，鸟芭对无？迄鸟芭就是足歹食的啦，对无？足涩的，足安怎？但是啊吼，因社头即摆发展出一个叫红心芭乐，你有食过无？有啊吼，甜度甜分足有够的无？啊，切起来足水的。迄菜市啊咧卖时，拢先落一粒，安尼切半，啊内底红红足水的无？佮水，佮嫩，佮甜有无？啊，所以中华有一个神农奖的得主啦，吼神农奖有神农奖的得主，以前的红心芭乐吼，足厉害啦，吼足厉害安尼吼。啊，所以呢吼，伊就讲啊吼，安尼好。但是神农奖得主，迄神农奖就是台湾上悬的农业的奖嘛，对无？神农奖得主种的芭乐会害无？过9分，过分会烂无？会啦，伊也毋是上帝对无？敢若上帝种的芭乐会当互袂烂对无？伊神农奖啊会烂以后敢好卖？卖袂出去嘛，过分就卖袂出去啊，对无？吼，过分卖袂出去，所以伊就去安怎？伊讲安尼足无彩啦，所以伊去收遐芭乐，你知影？啊，收遐芭乐来就做果酱，啊卖了以后吼，啊足好诶，所以伊就去全台湾各地诶吼，去收遐过分但是足好诶农产品啦，吼帮助在地啦。啊，伊既然要帮助在地，就安怎？啥物物件上在地？台语上在地对无？台语上在地啊，所以伊一定爱用这嘛，对无？是毋是安尼？啊，过来哦。其实我甲你讲。阮从一方面是对外对吧？吼，对外就是爱感觉哦，足特别的，足车野的，足有设计感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啥？其实迄拢是靠手嘛。另外一面啊，是安怎？过分的水果你去甲收贵啊俗？俗啦，对吧？啊俗过分是因为伊卖了无好看对吧？啊你摕来加吼，就是你买倒来就无好看嘛吼，伊袂爱食。啊但是摕来做果酱敢有差？无差对无？啊，而且过分的拢较甜啊，较无甜，较甜对无？过分的啊，做果酱等到毋免下较济下对吧？是毋是安尼？所以伊一方面是 cost staff 啦，啊一方面是讲我支持在地哦，外口有好名声，内底有趁着更较济钱，哦，有厉害无？吼，在地农业就是安尼嘛，吼，啊吼，伊这有季节性哦，毋是所有的果酱的口味啊吼，每一个季节拢伊敢若当季的，啊伊会害。毋是像啥物花生酱，啥物迄会当放几年，趁伊拢袂害。伊这一两个月就害啊，所以足青的啦，足青的。好无？少年人就是安尼咧，甲台语结合本土的意象，讲照顾农民，照顾在地，但是佫有足好的设计哇，这包装是毋足水的。伊佫有另外一个迄个糖仔啦，讲 OL 上爱啊，你即摆订迄个糖仔伫网络啊吼，爱2个月以后才收会着安尼啦，好啊，吼足水的啦，吼在咱啊。好来，啊这咖啡厅叫啥？足好啦，足好啦，好啦，这就算啦。这看袂清楚啦，吼，这图片啊，佫袂当放大。我有一个学生有一摆来找我，讲老师，我炸好物仔来互你。哦，毕业生啦，我讲好啊，好物仔是啥物啊？伊就摕一路饼互我就甲笑，讲笑啦，讲这因为足可笑的，讲这啊吼。这饼哪有啥物好物仔啦？吼，这就一路饼嘛。伊讲老师，真个是好物啊，伊写伫遮啦。啊，这3字就是这3字啦。好物仔，真个是好物仔啦，有无吼？好物仔，然后真个伊面顶就写好物仔。啊，这啥物饼呢？这种吼少年人真实行，就是2块咸饼有无？中叶甜的迄个，毋是 cream 啦，类似迄个牛轧糖的物件，啊，足好食啊，甜甜咸咸安尼。开甲伫高雄、屏东、台南，拢足侪间店，啊，拢摆咧安尼啦，这叫好物仔啦。好来，啊，佫来，这伫倒位去袂？你知影？西螺嘛，对无？因西螺有无？好，西螺这华语甲英语歹插伊。西螺安怎？
煮啥物加温刀？西螺安怎？对对啦，西螺加温刀啦，有无？西螺加温刀啦，有无？西螺加温啊，加温刀，对无？啊，加温刀要卖啥？加温刀啊，对无？要卖啥？这啥？嘿，来坐哦，那来坐就迄边啦，有无？来坐迄边，啊，那这边是啥？食凉啦，食凉啦，有无？食凉啦，啊，这啥？唔是啦，这叫马地扇，马地扇。啊，买地哇，地扇就是在地农产品啦，土产啦，土产啦。哇，买地扇，啊是要买什么？食凉来阮隔壁啦，啊若来坐就是阮兜啦，哇，买地扇来阮兜啦，啊到底卖啥？加阮兜到底卖啥？卖坐啦，卖啥？哇，卖腰果啦，哇，腰果啦，哇，啊腰果伊就讲腰嘛，夭寿便利包吼，两句来意思嘛，一个是腰果。另外一个是足便利的啦，哇，足利便的啦，夭寿便利，夭寿利便哇，是毋是安尼？吼，是毋是安尼？吼，夭寿利便啦，哇，吼，是毋是安尼？吼，这咱来再看，所以咧吼。个人啦吼，个人嘛是安尼咧算啦，吼，你讲哎哟，台语啊吼，爱经过设计啦，吼，才会有 feel 啦，对无？像头拄迄拢是较有设计的物件啦，你看起来甲一开始看迄大批是无设计过，完全无共，对无？吼，啊有诶，佫有正确的台语，啊佫有罗马字啥，有无？企业界嘛感受到即种气氛，你知影？因为即摆最近即几年啊吼，规个迄个台湾意识愈来愈悬嘛，所以企业界嘛感受到爱台湾啦。毋是爱台湾啦，企业界爱啥？钱啦，对吧？所以吼，爱台湾若有钱啊，吼安怎？大家就来爱台湾对吧？就是爱台语啦，毋是爱台湾，爱台语有钱啦，大家就来爱台语对吧？或者讲 money 嘛，对吧？是毋是安尼？所以吼，企业界安怎算？你知影？来，吼，企业界安尼算啦，咱互大家看啦，吼，来，恁知影吼，台湾啊吼，卖地裤上出名的是倒一间嘛？南条。无啦，迄是传统的，我是讲即摆手工的，叫做阿元地裤啦。哦，你去百货公司拢买会着阿元肥皂啦，阿元地裤。伊最近啊吼出一套礼盒啦，哦，这叫啥？哇！伊就出一套这啦，吼，啊四种无共的啥，汤味啦，毋是口味对吧？阮查囝细汉拢讲迄地裤吼，迄爸爸今仔日要用啥物口味的地裤啦？你要食了，口味是安怎？食的嘛，吼。有四种无共款的盒仔啦，啊一盒有3块，所以拢总有几块？12块，然后一套12块啦，吼，大家数学袂歹，吼，啊去学迄个昨咱讲 ABB 故事法哇，白泡泡哇，幼咪咪哇，困溜溜水当当哇，吼，是毋是台语？是啦，吼，用台语啦，吼，啊去来，吼，另外，伊的这地裤是啥物款的汤味的？柑仔啦，啊真啦。倒秋芳啦，哇，倒秋芳哇，啊，倒秋芳啦，啊，哇，伊无写橘子哦，伊毋是写橘子，伊毋是写，伊嘛毋是写华语的草仔名。这倒秋芳是台湾一种，我嘛袂晓华语要安怎叫啦。若讲华语你可能知影，但是啊吼，倒秋芳是一种有芳味的草啊，香草类的植物啦，香草类植物，啊，台语叫做倒秋芳啦，吼。哦，有咱会再 Google 啦，咱等休困时间再来 Google 大家看。你看到图，看到华语可能会知影，但是我毋知影，吼，我毋知华语要安怎叫，因为阮细汉拢叫倒秋芳嘛，像啥物赤查某，有无？台语有迄个草仔叫赤查某的啦，吼，迄就是鬼针草啦，我迄共念的有无？会共念会共插，迄个做赤查某，吼，来这女性是无公平啦，吼，是毋是安尼？吼，歹鸡搞子啦，啊，搁来咧。歹查某好嘅语啦，哦，即摆拢爱讲歹人啦，古早拢讲歹查某有啊，对查某的，啊查甫就会当教的言语哦，对吧？吼，所以迄拢是传统上语对女性无公平的所在。好啦，不管啦，不管，吼，所以你看，迄卖地裤真出名，是百货公司拢开店的，嘛用台语对无？啊，搁来哦，吼，搁来哦，吼，台中有一间我上爱去的酒店无卖酒啦，吼，啊菜店嘛无卖菜对吧？菜店是创啥？
袂歹对无？菜店咧袂歹啦吼，恁知影啦吼，菜店甲菜场无共咧，吼对无？菜店甲菜场无共咧，讲恁阿妈去倒去菜店，菜场是啥物物件？佛堂啦，菜场就佛堂啦，吼，我食菜的所在啦，吼，啊菜店咧，菜店查某。酒家啦，菜店咧袂歹咧，所以菜店菜场差介济啦，哇吼，好啦吼，啊所以这酒店啦吼，这叫做经典酒店啦，经典啦吼，酒店，伊迄个台中的迄个青级的饭店啦吼，足高级啊，啊我就爱去内底踅，创啥食早顿啊，啊踅，伊迄每一层楼，我毋是讲饭店迄边，我讲百货公司迄边，逐层楼拢有无共的设计，啊设计了足水的啦。迄当阵的迄个啥美食节，伊挂一堆牌仔伫路林嘛，吼，迄个做啥物物件？韩龙嘛，对无？啊，这边嘛念义道子饭味鲜甜，干嘛咧念？啥物人看有？啥物这义道子饭？挂伫我饭啦，有无？吼，挂伫我饭里青甜啦，韩乐遍地零落，有无？伊的迄个啥大企业用台语来成做伊的元素，来设计一个伊的美食记，吼，就是要互大家去食物件啦。好来，啊，这可能看无啥会清楚啦。来，咱看我出门出国进前，收到的，有无？吼，这个是2016年7月对吧？我出国进前当收到因的卡达罗库，因的卡达罗库的第一面就是叫啥？有闲转来坐，有无吼？有闲转来坐，啊是毋是设计了足高水的对无？啊，搁来吼，这个来啊，这有闲转来坐啦，啊搁来咧，等下这当然留互恁袂要紧，啊这啥？不是有钱啦，有情啦，不是有钱啦，有钱煞毋知影食饱。因爸安尼讲过啦，因要趁你的钱，但是绝对袂甲你讲钱买啦。有情食饱啦，有无？啊，但是啥物？迄个情是即个情，因为伊的会员卡是晴天卡啦。啊啦，就是即个情啦，你若有会员卡来食饭，拢拍折的意思啦，你听无？吼，好无？有情啦，吼，有情就食饱啦，有无吼？啊，你相关嘛，吼，有无？有你为因迄个会员卡就来拍折啦，有无吼？啊，搁来咧，吼，这客语啦，有喊张来了，有无？是不是？有喊张来了，有无？有闲则搁来坐啦，有无？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安尼？吼，哎啦，来佚佗啦，吼，啊这啊吼，这卖米露啊吼，但爱卖什么款的米露，你知影？你看，不是，你看伊的名，伊的口味用啥物来分呢？用24节开有无？吼，污水入泡啊，是无？哇，是不是安尼？伊用迄，所以拢做会当有几种口味，24种对无？反正即摆也无出遐侪口味啦，即摆出无几种啦，出6种啊，7种尔啦吼。以后会当继续出哦，出到24种哦，无遐只，无遐侪口味啦，比如说哪有遐侪口味对无？无啦，出袂了对无？所以有台湾味无？有啦吼，有台语开无？有啦吼，啊有设计过无？有啦，设计了足水的对无？所以因即摆企业界的台湾就找即种风啦，就讲你爱甲台语进入你的设计的元素内底，甲伊变成足有 feel， 有 design 啦，有 design， 佮有本土。有无？吼，安尼啦吼，所以这是卡达洛区哦，这卡达洛区哦。啊，再来看一个，伊内底啊吼，有开一个大人的学堂啦，吼，大人的学堂哦吼，就是要大人学的吼。伊的迄个是啥物学堂？简单学堂，有无？简单啦吼，简单。伊个英语就是 simple easy young，simple easy young。啊，所以我跟着啥？简单学，简单做，有无？吼，简单学，简单做。啊，教啥咧？教啥咧？吼，食品添加物，蝶古巴特，吼，泰国料理安怎做？啥物精力汤 DIY， 哇，拢是大人咧学的啦，吼，哇。所以呢吼，伊内底规个设计啊吼，拢有甲台语的元素，伊足爱甲台语的元素包伫内底。连内底卖物件啦，吼，内底卖物件，咱来看内底卖啥物啊？这毋是伊家己的品牌，迄是外口来卖。吼啊，所以啥物物件会当来卖？这咧卖盘啦，盘碗杯啊，厝内的心色零食，哇，是毋是台语对无？心色安怎？食饭啦，心色食饭啦。吼，你看伊即间品牌叫啥物名？伊个品牌叫做厝内
出来，哇，又出来，哇，出来啊，哇，是不是安尼？又出来啊，所以这个出来吼，这个唔是迄个啥，伊唔是写华语讲家里哇，伊写出来，对吧？所以呢吼，所以直接就卖这种盘啦。好，这是迄个酒店吼，经典酒店的物件。啊，佮来啊吼，我上爱互看的吼，上爱互看的是即个啦，吼，即个。唔对，即个是过年较厉害，吼，这过年较厉害，无啥。来，霸位，这是什么所在呢？诚品站前店有无？诚品伫台湾是足大间的迄个卖文具的物件有无？吼，当然即摆已经变百货公司啊，找人倒卖了无遐济，是不是安尼？吼，伊伫台北车头哦，有一个遮大的广告单啊，旅行为一句啥物开始？食饱未又甲你调罗马字哦，当然饱写毋对啦，减一个 H 啦吼，食饱未开始，有无？哦，所以企业有咧用台语无？有啦，企业用足侪台语的对无？是毋是安尼？吼，伊连台北车头嘛要甲你用台语啦，吼，这是成品啦，吼，这是成品。啊，银行有咧用台语无？银行安怎？等下啦吼。上好康，上便利，上慢。银行要推出信用卡来安怎？上高水无？上好康，上便利，上捌字，有无？上捌字有无？台湾五行有无？吼，上捌字有无？啊，佮来吼，就是啥物物件？吼，有无？银行，咱的台银安怎？满意，真满意对无？啊，这满意有两个意思哦，一个是吼真 satisfied 有无吼？啊，另外一个是讲吼溢出来啦吼，有无？迄钱哇，佮溢出来有无？是不是安尼？台语才有这种功能啦，有无？嘿对，所以讲吼，咱的台银吼，所以这伫倒位翕的呢？这伫迄个台中的高铁站，吼。有无吼？高铁站，所以大家拢有咧用这啦，啊，这咧卖凉鞋啦吼，台中的凉鞋吼，算讲啊吼，有一摆有朋友问我讲啊吼，啊，你知影都有咧卖迄个足青足好食的凉鞋无吼？吼，要带重要的人客去。我讲吼，我敢若知影一间啦，有一间啦，这间叫做啥？安可乔治吼，其实这间叫啥？安可乔治啦。吼，就是你要甲安可借钱才食去的，吼，真贵啦吼，安可借钱有无？就是足贵的，真正足贵的。啊，迄啦，这间啊吼，但是伊的 slogan 是啥？安可乔治虾红蟹翅，有啊有无？有啦吼，但是咧华语家己去甲华语押韵啦吼。啊那英语咧，Uncle George 咧，伊的名是 Uncle George 哦 ，Uncle George。安哥恰奇，有啊有无？有啦，吼，台语甲英语押韵啦，吼，安哥 George， 安哥恰奇，有无？是不是安尼？吼，是不是安尼？吼，啊，这个安哥恰奇吼，本底是咱昨讲形容啥物意思？人的面啊，吼，啊，人足健康的有无？吼，安哥恰奇毋是高血压的，吼，毋是啦，伊是足好的、足健康的有无？啊，有两三层意思啦，一个就是讲吼，伊钱仔高虾仔高有无？安哥有无？安哥就是钱仔虾仔有高有无？吼，啊，另外一方所以安哥有无？吼，啊，另外一方面啊吼，另外一方是讲，你若食我的凉虾，食我的钱仔，你就会安怎嘛？足健康的啦，有无？吼，是不是安尼？这是一个牧师。之前住伫圣地亚哥，一个牧师今日等于台湾开的啦，甲开的，吼，安哥就是安哥遐，有无？吼，这是台中真好的凉虾店啦，吼，凉虾店安尼，吼，啊，搁来，吼，这叫啥物？食百里啦，有无？吼，这食百里，这是迄个南部嘛是足出名的迄个饼店啦，吼，好，搁来啊，吼，搁来，你知影卖猪的饲料，吼，来，我用较大号来看啦。即摆卖猪饲料吼，嘛毋是像古早呢。你看这敢有先卖猪饲料的迄个，卖猪饲料的迄个广告，无对无？无成对无？猪饲料安尼话，猪嘴碰意有无？有够好耍的啦吼。来，这间叫啥？足好饲啦。啊，伊的 slogan 是啥？毛金安怎？脸济安怎？体水，是不是安尼？足好饲的饲料吼，你安怎？足好饲，足好大，足好赚，是不是安尼？吼，是不是安尼？吼，所以咧吼，即摆吼卖一个猪饲料吼，嘛着爱台语啦，有无？嘛着爱台语啦，有无？吼，是不是安尼？吼，搁来吼，搁来吼，搁来。
来，即个较即个愈厉害，即个看出这台语伫倒位就更厉害吼。你知影阮母也是看吼，就讲啊吼，这台语看板，我讲吼，台语伫倒位，我是看伊水才摕倒来。这风车教堂伫台东啦吼，台东一间，迄毋是教堂，迄是民宿啦吼。但是你伫遐会当看到规个台东市区，看到海足水的。啊，这台语伫倒位？啊，水啦，内行的啦，吼，内行的。这个真的，你看一下朗克莱爵，袂输那吼，什么英国的什么 Sir， 什么物件哇，什么角色，其实毋是，迄就是人客来坐啦，哇，人客来坐专家写做安尼哦，什么袂输那英语的什么朗克莱爵哇，是不是安尼？啊，人客来坐啦，所以咧吼，有趣味啦吼，趣味啦吼，啊，过来吼，过来，互恁看一个真厉害的物件。这啥？这酒呢？酒啊吼，就直接甲这写入来中啦。这叫啥？奶鸡啦，这啥？旺来啦，这啥？油啊啦，吼哇，奶鸡旺来油啊啦，吼，对吧？哦，是吼，这个啥？卖酒，咱讲台语主流化有无？以前拢是啥？华语伫遮大字有无？啊，台语就伫边仔细字有无？吼，是毋是安尼？咱是姓帅啦，咱是别名。又称俗名对吧？是不是安尼？拢是细汉的啦。即摆毋是啊，即摆台语啊嘛，主流化，罗马字大字，甲你印伫上中。啊，华语伫倒？华语伫遮。哇，华语伫遮。哇，你看到无？华语伫遮哦，凤梨酒写伫遮，吼，啊，只旺来，吼哇，是毋是安尼？这是咱讲的台语主流化，哇，是毋是安尼？所以我听到这酒咧卖时啊，那是5月的代志。今年5月，随去。买3支转来，随去买3支转来。伊遐伊拢总有啥4、5种口味，但是敢若徛我今仔敢若看到3支啦，好无？就去买转来，吼，水果酒啦，哇，是毋是足有 feel 的？哦，用台语做看板的设计，感觉比华语较差。买啦，对无？是。伊即个看板的即个招牌，是要互啥人看？因为台湾人哪有看有办？台湾人就看有啊，而且你若看无会当看济啊。看济啊，这有中文啊，这有中文啊。英语是互啥人看？这毋是英语啦，这台语咯嘛。咱等下后一节课会教。这台语，这是互啥物人看？就是讲吼，咱其实是安尼啦，吼，看板。无一定爱每一个人第一目就看有哦，毋是，因为看板有伊个功能，你知影？看板的功能是啥？看板的功能是啥？做广告，广告的目的是啥？抓人的目睭啦，要叫人入来看啦，对无吼？要吸引人入来看，所以伊第一，伊遐甲人无共，因为你安尼一目看去，你敢会注意路边的看板？你袂注意对无？你袂注意，所以你一定要看迄看板的设计，一定要互伊足无共的就对啊 ，different 有无吼？就咱昨讲吼，你莫互伊甲大家拢共款，你要互伊青分化，对无吼？你要互伊无共，啊无共才会吸引大家目睭。所以你看中文的酒，你一排安尼酒看过，所以是安怎酒商爱伫干仔遐设计有无？设计甲真无共，因为伊要吸引别人的目睭。你若看到，哎呦，哪会无共？你就会想要去买看卖，对无？吼啊，但是啊吼，你若无爱去设计干仔，另外还有一个方法，你互迄个字变做甲无共，对无？你看汉字看习惯啦。你就看这啊，奶鸡、旺来、油啊，你看无啦，你就算讲看无，你讲这什么物件？啊，就摕起来注意看有无？啊，注意看伊就甲你写伫面顶有无？昨咱有看到印尼马来西亚、沙巴迄个台语看板有无？迄美女嘛，毋是要互人一看就看有的，对无？是毋是安尼？迄就算台湾人去看嘛，无一定一百去看有。啊，像阮这种做台语的，才较敏感的，才会看有，有无？因为广告看板，也是讲遐吸引人的物件，伊的功能毋是要互一概就看有，是要特别无共吸引别人目睭。啊，用台语就甲别人无共，有无？是毋是安尼？所以你安尼一排看过迄酒，这写啥物物件？写啥物碗糕摕来看，伊的目的就达到。安尼了解啦吼，了解啦吼。所以吼，你看，这就是啊吼，台语真做文创的另外一个功能啊，啊设计了真水啊，对无？设计了真水，对无吼？过来哦，吼，过来。阮兜附近即摆开一间，迄个啥卖早顿的，哦，食饱甲有力，有无？这是食饱甲，这是伊海报啦，吼，有无？这种古早的迄种海报的样式，有无？哦，大家知影？哦，来，伊 slogan 叫做食饱甲有力啦。这是啥物物件来改？你知影？即句 slogan，肠胃水啦，
这位水毋是讲同胞事团结真有力，有无？是毋是安尼？吼，你去解啦，伊食饱解有力啦，有无？是毋是安尼？吼，食饱解。伊内底安怎咧？伊内底迄是海报哦，吼，好，伊门口是安尼啦，门口是做安尼啦，所以叫做什么店？毋是啦，这真好是迄个讲真好气啦，吼，有无？lucky 有无？真好气对无？尼伊的真好气是安尼啊吼，你看伊内底吼，伊内底迄个啥？伊的真好气是。伊爱叫啥？伊叫做真福气卡亚 toast， 有无？卡亚 toast， 你看这嘛是共款，甲咱讲的迄透南啊，真福气是台语啦 ，toast 是英语有无？啊卡亚咧，卡亚是啥？是。对啦，南洋的食米啦，你听有无？所以你看，这嘛是甲咱头拄迄咖啡厅共款，透南三种无共的语言，有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真福气啦，吼。有无？但是大家若看无，你讲大家若看无咧，看无明明甲你写伫遮真福气吐司摊啊，对无？下面即个物件吼，真做伊一个特色啊，对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吼，有无？好，所以呢吼，伊内底是安尼，伊的美女啊吼，嘛拢有甲罗马字挂伫面顶，你看清楚哦，我放较大咧，伊的美女的真福气，哇，伊这，安尼。哇，真福气哇，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所以台湾啊吼，有真侪迄个啥，真侪物件愈来愈侪啦，开始用迄个正港的台语啦，吼，正港的台语啦。你知影台南有一间咖啡厅吼，叫做这啦，吼，这叫啥物？暖蛇咖啡啦，吼，暖蛇伊讲毋是暖蛇啦，这叫啥？热蛇啦，热蛇咖啡啦，热蛇咖啡啦，所以吼，伊的迄个啥，唇啊就是春联啦，伊的唇啊就是啥物物件？说来说去无代志，说来说去无代志啦，哇，是毋是安尼？吼，是毋是安尼？吼，哇，后来说来说去。说来说去啦，热蛇啦，吼，好，过来吼，这是台南的咖啡厅啦，吼，过来咧，吼，过来，薏米，咱头仔讲薏米对吧？吼，来，互大家用物件啦，吼，你有食啥物叫做寸枣？知影过年咧食迄。水啦，薏米出来哇，啥物叫做寸枣？你知影？吼，这毋是台湾传统茶料啦，吼，因为茶料的华语讲毋知影啥物意思对吧？茶料啦，茶料就是啥物件？配茶咧食的四收啊啦，吼叫茶料啦，有无吼？这个吼寸枣就是从了安尼啦，吼瓦饼有无吼？甲迄烧仔饼共款材料啦，伊是一支安尼。过年拜拢会拜，阮爸拢讲杏仁煎枣啦，吼但是我讲啦吼，什么杏仁？迄明明就是土豆，有无？一粒圆圆外口有红色白色的，我说什么？这明明是土豆，我古早拢讲杏仁煎枣，结果我去现书店，毋是杏仁啦，生仁啦。生仁啦，吼，有无？生仁啦，煎枣当然是煎的，无毋对啦。所以阮遐讲煎枣啦，嘛有所在讲寸枣的，因为伊一寸，有无？伊一寸啦。有一只，这是原味啊，我翕无着迄个口味啦，叫好蹄啦，好蹄口味是啥物物件？好蹄是啥？嘿，大家拢知影对无？少年囡仔拢毋知啦。好蹄就是咱咧教润饼教的时啊，吼，哇，咱教润饼时咧，送伫面顶有土豆腐有啊，吼，佮有迄就是好蹄啦，有啊，吼。你看，咱有三种哦，吼，咱有控铺有啊，有努力有啊，有好蹄有啊，吼，这三种无共哦。控铺是要摕来控汤的有无？吼，因为控铺足厚足大瓣的，咱昨有讲嘛，足大瓣的有无？过来吼，迄控铺啦，努力是摕来创啥？生食的啦，努力就是咱生食，当然嘛咱教迄个做成酱来教。好蹄咧就是送伫迄面顶的，哇，无共哦，无共哦，哇，好，所以这是薏米啦，吼，咱讲台湾的良心啦，哇，吼，这啊吼，薏米的吼。咱土地的故事，咱家己创造，有无？是安怎企业要做安尼？是安怎企业要做安尼？因为吼，好，咱先看看一下，先转来一个，吼。因为晚间杂志，有无？有出一期啦，封面号做啥？
愈在地安怎，愈值钱啦，有无？愈在地愈值钱啦。伊就是讲，伫全世界即种经济无好的情形之下，在地经济是全世界的潮流啦。像遮毋是拢有啥物 homemade 有无？吼，啥物物件拢足时行的有无？啥物在地的特产啊，吼有无？是毋是安尼？咱遮美国嘛足时行，我去加拿大看嘛足时行，全世界拢足时行有无？吼，是安怎？因为吼，第一有情感的连接有无？在地啦。第二，即摆大家爱天然有无？我爱加工有无？天然当然是在地啦，就有迄种意象啦。然后所以呢吼，愈在地愈值钱，所以企业拢推出济啦。啊，但是啊吼，有两种做法啦，吼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讲啊吼，一种就是讲，等下吼，好，迄张 PPT 可能是下面，但两种物件会趁钱啦，一种是会做甲足有设计感，就头拄咱看的一堆有无？有设计感着，另外一种就是互伊足好笑的，但是即个好笑袂当互感觉甲一开始共款足粗的无设计过有无？吼，一定爱有设计过啊吼，有设计过。咱来看，这上典型的例是啥物件？你看，这溪头有一个所在叫妖怪村，你知影无？吼，妖怪村啦吼，即摆足流行的啦吼，就足时间去啊！你若大概去啊吼，迄个妖怪村拢平常日嘛共款，weekday嘛共款，无一定爱拜六礼拜，拢足侪人的啦，吼，足侪人的。啊，足侪人吼，伊迄规个砖头拢有设计过。有人讲吼，伊模仿日本啦，其实。好食。番薯包安怎？夭寿好食啦，好无？是毋是安尼吼？妖怪村若要卖番薯包，一定要有甲妖怪有关的，因为妖怪村嘛吼。啊，但是夭寿好食啦吼，夭寿好食什么意思？就足好食，对吧？一定要有夭寿。啊，若要卖包啊，要安怎？乌妈嘛，啥物？妖怪包啦，卖肉包啦。啊，建议安怎？啥物点一个？小夸腰点一个啦，啊，过来咧，腰上腰点两个啦，啊啥？要乌要白，要瘦要肥，爱讲前侧无做了你的。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腰龟包啦，乌妈嘛，对吧？小可腰点一个，夭寿腰点两个，要乌要白，要瘦要肥，讲清楚无做遐落，是毋是安尼？吼，是毋是安尼？所以，若要卖包啊，伫妖怪村内底嘛，歹势好，无问题，无问题，吼。是毋是安尼？吼，这个妖怪村啦，吼，妖怪村啦，吼。好，啊，过来，咱继续甲看落，吼，规站继续甲看落，吼，好，来，安尼卖迄个啥麻辣臭豆腐啊，吼，台湾即摆真时行会嫌咧，来叫做啥物？夭寿七辣啦，对不对？所以讲七辣，七辣是少年人讲女朋友叫七辣啦，啊，你七辣哪会无来，对吧？啊，若讲男朋友要安怎讲？腿啊啦，对吧？恁七仔哪会无来？啊，恁腿仔哪会无来？哈，你听有无？好无哈？对啦，所以夭寿七仔啦，有无？伊要做咸的啦，就爱卖夭寿七仔啦，有无？是毋是安尼？吼，是毋是安尼？七仔是安怎来？我毋知啦。妻子的妻的款啦，吼，应该会当讲是安尼啦，七啦，好无？橡皮擦啦，橡皮擦啦，嘿啦，七仔就是橡皮擦嘛。嘿啦，啊，袂要紧啦，这语言袂要紧啦，吼。好，啊，若卖这吼，卖高食的，吼，当然这妖怪之声人是欢喜啦，但是这咧，啥物品味？爱两个标准啦，叫做。恁娘较好。咱毋是安尼讲，咱讲冷凉较好啦，有无？冷凉较好啦，好无？你无讲讲恁骂人啊，毋是恁骂人，冷个凉就较好啦，冷凉较好，有无？袂高尖啦，好无？对啦，对啦，对啦，伊要调工要互你念唔对，所以念个标准啦，好无？吼，是毋是啊？咱若卖面安怎？卖面安尼啦。靠腰爱食面啦，是毋是安尼？靠腰爱食面啦，
安尼听有啦吼，是不是安尼？吼，过来啊吼，过来，哦，欢迎，开袂出来，哇，开袂好，过来，过一届，欢迎入来安怎？食饭啦吼，食饭哇吼，好来，食饭啦，吼，好，啊若卖酒啊安怎卖？一起安怎？一起靠背啦，那两个标准哦，一起靠背，因为就这意思的啦吼。那华语来念啊吼，就是啥？扛拜啦，对吧？扛拜啦吼，一起靠背嘛吼，有无？是不是安尼？啊，若台语咧，一起靠背。你啉酒的时，敢会讲足正经的代志？咱啉酒来讲迄个啥学术问题，咱来研究学术论文啊，安尼吼，敢有可能？袂啦，啉酒的时拢讲我啥物件？有空无顺啦，有水无人干啦，有无？是不是安尼？吼，拢讲一寡有诶无诶对无？啊，拢 complain 啦，啊，迄何老师讲到有够无聊，佮拢毋下课啦，好无？一起靠背哇，对不对？啉酒就是拢讲这啦，有无？是不是安尼？所以呢吼，这就是卖酒啦。好，啊，这是一种酒哦，啊，另外一种酒叫啥？拉迪赛。拉迪赛啦，哇！拉迪赛是什么意思？嘛是共款开讲啦，讲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啦，就是聊天啦，吼，就是讲一些无营养的啦，对吧？没营养的话，哦，好不好？叫拉迪赛啦，迪赛哇，拉迪赛，你知影啦吼？拉迪赛，迄12度啦，12度的拉迪赛啦，啊若50度就变啥？好年冬啦，是安怎12度的是个拉迪赛，50度就变好年冬，你知影？我讲一个故事，你就知影，有一个军官啦，吼，做排长啦，做足侪年拢升袂起咧。伊个连长甲伊讲吼，你做排长才有才情吼，你若莫啉酒啊吼，你若改掉你迄爱啉酒的惯势啊，早就升甲比我较悬，来做到倒位啊？伊讲啊吼，迄排长讲吼，连长啊。毋免遐辛苦啦，我逐摆若酒啉了，我就感觉家己是将军啊咧。所以吼，就毋免遐辛苦去升官，哇，是不是安尼吼？所以咧吼，50度的酒啉落，就感觉逐冬拢安怎啊？好年冬吼，一切拢足美满幸福，是不是安尼吼？所以吼，好年冬啦，哇，妖怪穿汉定哦，敢若食买会着啊，吼，有无吼？好，过来，吼，啊若。卖饼爱安怎？好食甲靠背哇，好食甲靠巴好食甲靠背哇，是不是安尼？吼，好食甲靠背，卖饼就爱安尼卖啦，吼，有无？吼，啊若卖迄啥？卖快炒迄啥？摇巴叉啦，啊下面迄句是啥？沙小龙叉就是我毋是叉小，是沙小龙叉，就是假霸卖叉，是不是安尼？沙小龙叉就是假霸卖叉，好不好？好不好？卖快炒就爱安尼卖啦，好不好？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安尼？哦，啊，搁来啦，吼，搁来，这叫啥？李慧贵，哇，共款啦吼，李慧贵啦吼，毋是李的贵啦吼，毋是啦，李慧贵哇，吼，好过来。啊，若卖这是啥？毋是公番麦啦，沙番麦啦，哇吼，沙啦，你讲玉米太还会爆啦，你K 科迄个爆米香啦，哇，是不是安尼？水煮的刚刚好啦，较好食啦，哇，沙番麦。所以，伊即个砖头，规个砖用安尼有特色无？有啦，是毋足有特色的对无？有设计过无？有对无？你会感觉哎呀，我毋敢念安尼啊，袂啦对无？是毋是安尼？你会感觉足趣味的尔对无？伊虽然拢用迄个臭干胶的话有但是伊并袂互你感觉讲足哎哟安怎袂？伊就是互你感觉足趣味的有啊，而且伊是有整体设计对无？伊毋是一间两间哦，伊规个砖拢安尼有无？是毋是足有设计感的？所以咱定来讲啦吼，虽然讲啊吼，愈本土愈值钱啦，总是毋是本土就值钱啦，是安怎才值钱？你知影？本土加上设计就会值钱啦。安听无？听无？啊，所以台湾拢安尼用啦。啊，其实台湾用上济啊吼。好啦，等下搁互恁看一个物件啦。吼，有一个叫羽毛屋的，有一间叫羽毛屋的，恁知影？
羽毛屋就是迄个台中啊，吼，专门咧卖一本货足贵的迄个店啊，吼，啊伊就是啥？这啥？这就是美容龟啦。美容龟啦，这甲美容无关系啦，哦，美容无出产这种物件啦，吼，哇，美容龟啦，哇，吼，美容龟啦，这个是咱常讲的啊，吼，迄个美容就是龟啊咧，啊，你著去甲加一个龟字，有无？啊，迄常讲过啊，有无？吼，啊，过来啊，吼，过来啊，吼，啊，伊会有一种环美顺啦，有无？较设计的吼，叫做啥物？环美的囡仔，吼，伊的囡车出囝啦，吼，环美囡仔。有无？环美顺啦，吼，有无？吼，啊，若要卖啥？这咧卖啥？哇，吼，马紧搁开一解。桃豆发声啦，吼，桃豆有无？伊毋是讲花生哦，吼，伊毋是讲花生哦，伊是讲桃豆，有无？吼，所以吼，台语的使用伫迄个企业界足接的啦，即摆已经变成一种风调啊啦，吼，风调啊啦，甚至啊吼。你知影，互你看另外一个台语主流化的迄个足好的迄个案例安尼啦，吼，这个叫做这个是鱼仔的图对无？你看这尾叫啥？你看来啊？咱讲的无吐露啊吼，咱讲的吐露是迄个巴肚的意思，上好食迄块鲔鱼叫做，这叫啥？蚵仔床啦，有无？蚵仔床就是这啦，吼，吐露是巴肚边的肉啦，吼。蚵仔床啦，有无？啊，你看吼，啊，这啥？这叫啥？你看会出来无？看会清楚无？大肉啊，有无？葱啊，有无？白肉床有无？是毋是安尼？啥你上面迄个所在拢是啥物语？台语，我讲台语主流化对无？咱袂去做细汉的，以前啊吼，拢是华语写啊大字咯，啊台语写讲幼名、别名、啥物俗名、啥物，咱台语就是足怂的啦，对无？即摆毋是啊，即摆台语大字伫遮，啊台语写一个中文名安尼啦，有无？是毋是安尼？台语变成主流啦，吼。这是倒位？你知影？这是新店的一个叫南寮渔港的所在啦，吼，迄渔港规个拢是，吼，规个拢是，吼，你看，这什物红鸡啊啦，吼，小床啦，有无红马啦，这拢是台语啦。台语是写伫上隐目的所在，因为是安怎？你知影？伊嘛有伊的必要性啦。啊无啊吼，就像阮昨讲的，什物红星梭子蟹，你去倒买，对吧？你会去博物馆看好啦，对吧？对吧？对吧？所以台语主流化，吼，台语主流化呢。啊，其实用上侪台语的是啥？你知影？即张 PPT 啦，政府机关啦，政府机关啦，吼，互恁看一下政府机关拢用台语的，吼，毋是民间咯，是政府，政府用上侪。来，你若伫台北的捷运站，吼，一顿去。你就会咱看到即个，逐节车厢拢有即个嘛，对无？是毋是安尼？吼，逐节这台语伫倒，这个哪？免歹势啦，安怎？足甘心啦，吼，免歹势啦，足甘心有无？是毋是安尼？吼，是毋是安尼？吼，因为安怎？你看，这免歹势是台语对无？欢迎至询问处索取是华语对无？ Need a seat 有无？吼，是毋是英语？对无？三语有无？吼，啊，咱即摆车厢伫台湾咧，车厢嘛是爱讲足侪语的啊。先讲华语，佮讲英语，佮讲台语，佮讲客语有无？四语。啊，台铁伫花莲有几站啊？吼，佮有原住民语呢，有无？吼，所以啊，这代表啥？这代表语言平等的概念啊。 对无？语言变成讲我尊重大家嘛，大家拢有权利用家己的母语嘛，这是对的啊。所以这份有道义，你看，啊，这下面嘛是哦，你看，您让座，吼，足甘心，有无？华语台语有无？啊，这是英语有无？吼，有无？是毋是安尼？吼，啊，另外，伊若这份要办跳舞比赛的安怎？2014，吼，这份杯有无？吼，街舞大赛，台语伫倒？这啥？ 毋是十载哦，安怎有够赞？毋是，实在啦，实在有够赞啦，哇！伊有相关的意思啦，一个就是已经办10届啊，10周年有啊，吼，10周年啦，10载啊，吼。你看，你用华语量10载，完了10载的实在的实在啦，实在有够赞啦，有无？是毋是安尼？所以有相同的意思有无？是毋是安尼？吼，相同的意思。
这是创意啦吼。啊，你若去台南啊吼，这是台北嘛吼，对无？啊，你若去台南是捷运站啊吼，你若看到这广告啦，这叫啥？台南安怎啊？真有春啦，有无吼？你若有华语念台南真有春，会互想到啥？有春，春对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是无好的意思嘛吼。啊，但是啊吼，你若用台语真有春有两种意思啦，一个是啥？一个是足好野的哇，真有春哇，足好野的哇吼。啊，另外一个是啥？春天的春啊，春节哇，迄是台南市政府伫春节时迄个高铁站的广告啦，吼，高铁站的广告啦。啊，搁来咧，吼，搁来，吼，啊，因的农会安怎算？因台南有一个下营区农会哇，下营区农会哇，吼，伊的迄个伊卖物件拢当一个即个 logo 啦，这叫啥？下营啦，对吧？下营区农会对吧？下营农会啦，有无？所以伊拢说一个下营啦，下营就是下营，对吧？是不是安尼？下营就是下营啦，吼，有无？吼，是不是安尼？哦，这是出婚礼的高铁站可以看到，不要了，认真鼓励朴实调直，干嘛咧？无啦，认真不然朴实调直，有情有义。我是家己人，咱是家己人，有无？是毋是安尼？吼，有无？家己人啦，咱家己啦，啊，做甲足高水的，有无？是毋是安尼？拄仔迄张叫一个赢，有一个win，那你爱win，哎呀，哦，赢是即个 win 啦，吼，水啦，你目睭有来啦，目睭有来，真来，有无？对无？即个赢佫有一个 win 的嘛 ，A win， 有无？佫是 A 级的啦，吼。个 A 级啦，个一个 win 啦，有无？哎，我阁无注意到，目睭来，有无 ？win 有无？吼，所以即个 logo 设计了有水无？有啦，吼，结合台语英语有无？会赢有无？吼，好，过来，咱过来看吼，咱过来看，啊，这吼是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国立哦，哦，像咱头仔讲的科学博物馆，就是咱讲的就是科学博物馆嘛，有用台语对吧？啊，这历史博物馆啦，这叫来去台湾，还是来去台湾啦？意思无共对吧？来去台湾是什么意思？就来个去个来去来安尼啦，对吧？迄叫来去嘛，华语叫来去嘛。啊，台语的来去是什么意思？去尔啦，无转来啊啦，对吧？吼 ，Let's go 啦，迄个台语的来就是 Let's 的意思啦，吼 ，Let's， 哦，我 Let's go。啊，所以到底是啥？咱看英语就知影要表达什么意思。Go to Taiwan 是来去还是来去？来去啦，对吧？所以英语会当证明这是台语看板，是不是安尼？因为意思就是来去台湾啦。历史博物馆的门口就是安尼啦，吼。啊吼，上厉害的当然毋是这啦，吼，上厉害毋是这啦。我互各位看一个看，无啦，这嘛无介厉害。这互这婚姻馆政府邀请你安怎？门口订3件啦，有无？门口订3件，有无？是不是安尼？吼，这是迄个高铁站翕的。来，上厉害的是这啦，吼，来，我收到一个迄个啥？我收到一个邀请函，台南市政府发的邀请函哦，这是官文书哦，官文书就是官方的正式的物件哦。伊安怎？先进平安，本局预定伫2013年2月23日礼拜六下晡2点，巴拉巴拉巴拉。是毋是台语有罗马字无？有对无？吼，所以这毋是无人看有哦，这是人因台南市的迄个啥官方的文书已经用这发出来啊，是无？是不是安尼？所以台南市长叫啥？赖清德唔对，伊甲你讲安怎念，伊飘伫后壁对无？莫叫我赖清德，请叫我赖清德。好无？啊，原住民委员会主委甚至无汉字，是安怎？伊讲我原住民要拿汉字，对吧？吼，我所以我叫迈阿密好，有无？吼，对吧？是不是安尼？啊，文化局长叫啥？叶德山啦。啊，教育局长叫啥？郑邦平啦。伊迄当阵的教育局长啊，即摆毋是啊，迄当阵的教育局长考过台语认证考试的高金呢。
会晓台语读写，啊，遐语言嘛会晓，所以语言接顺的时候，接顺佫捌用全台语罗马字的，教育局长，教育局长怎用全台语甲回啊？有厉害无？这是台南啦，台南啦，才有法度有无？敬业，好，另外一年过当年佫收到，咱看封面就好啊。封面叫做啥物物件？这个活动叫做啥？红糯米。嘿啦，这个活动叫做花糯米啦，花糯米啦，好不好？是不是安尼？哎呀，花糯米啦，你有注意到无？花糯米啦，花糯米啦，哇，是不是安尼？花糯米啦，花糯米。其实你有注意到一个物件，伊这真有意思啊，以前咱也听到人讲什么台湾国语啊，敢若讲。这位阶就足低。阮捌有朋友啊，做过迄个语言态度的调查啦，就是讲一般社会大众认为讲啥物语上高级啦，就是讲讲华语上高级啦讲第二名是啥？讲台语的啦。啥物物件上落？最后一名就是迄个社会地位上低，就是讲台湾国语啦。晓无？就是袂晓讲华语，本地是台语人硬去讲华语，迄个台湾，伊迄个社会态度的调查是安尼，大家认为，甚至比讲纯台语佫较低哦。但是，迄就是一种台湾人的自卑感啦。因新加坡人讲英语有腔无？有对无？因会感觉因讲的英语足粗俗、足无好的无？袂对无？袂对无？菲律宾人讲台语、讲英语有一个腔无？有对无？因会感觉因讲英语足啰嗦的无？袂对无？非洲人是毋是足侪国家的无国语的迄官方语言拢是英语对无？因有感觉因家己讲的英语足啰的无？无啊，但是就是敢若台湾人家己讲家己什物台湾国语有一个腔，就感觉足啰的无？所以因市政府就讲因的观念正确嘛，伊讲袂要紧嘛，咱台湾人袂讲发糯米，因为咱无喙脣夹喙齿的音嘛，对无？发迄个音，咱台语无嘛，发，所以因咱台湾人爱念传统人讲花糯米，哇是毋是安尼？所以因咧讲你若讲即种台湾式的英语，毋免感觉歹势啦，因为每一国的人讲英语拢有家己的腔，对吧？我昨讲你讲英语爱啥物？你讲笑啥物？伊讲英语讲了无标准一个腔。我问你啦，英语的标准腔是英国腔还是美国腔？若是英国腔是剑桥还是牛津？迄腔嘛无共呢，你知影？是毋是安尼？也是因的真卡，什么坎布雷，有无？到底倒一个腔才是正确的？若美国是标准，咱在美东啊、美西、美南啊、美北的腔才是标准的，根本都无标准腔的英语即种代志嘛，是毋是安尼？只要你讲会出来，咱沟通就是好的腔，对无？是毋是？所以讲台语免歹势，台湾人有台湾人的腔。嘛免歹势，迄理所当然。所以因做一个官方的文书叫花糯米有无？迄意思有清楚无？足好诶啦，诚心邀请，有看到无？有看到无？是毋是台语？是毋是罗马字？是毋是台南市政府的官方的文书对无？好，即届当年，我才请教育部嘛发一个。有罗马字的文书出来，连工恁就知影，咱的毋若是地方尔，迄中央政府卖发，对无？卖发迄种物件，有无？迄花糯米就无啦，迄是头带迄个，花糯米伫遮啦，花糯米伊内底内页嘛是共款有台语啊，等下有无？对无？花糯米有无？花糯米，花糯米，伊就写伫内底有。迄当阵民族词语讲已经换人啊，叫小碰钱，有无？已经换人啊，有无？是毋是安尼？好，所以这就是官方啦。是安怎安尼？是安怎安尼？因为咱昨讲台语有啥物功能？博感情啦，所以你看。为宣扬这之前的啦，为宣扬政绩，马总统昨天指示新闻局应加强台语宣传，增加台语文案，有无？是毋是安尼？是安怎？博感情啦，咱昨讲台语就是有迄种感情嘛所以政府若要诱进伊甲人民的感情，就安怎？讲台语嘛，对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好，来，所以呢来。这是扛棒啦，这是扛棒愈代志，但是伊其实安怎？伊其实安怎？台语即马嘛有用来做影音的啦，影音的，就是讲头拄迄是袂叮当的对无？扛棒对无？若会叮当的咧，影音的咧，咱来看卖啊，台语安怎做
做声音啦。伊其实台语啊吼，微电影即摆做吼有两种风格哦，一种是好笑的，一种是感动的。对无？吼，头拄仔咱看遐济看板，嘛有两种无？你有注意到无？一种嘛是好笑的，就是像妖怪传迄种的无？要做互你感觉足好笑的。另外一种是做互你感觉足高级的感觉，有无？是毋是安尼？像成经典酒店迄卡达罗库迄啊，迄就是互你感觉足高级的啊，对无？啊，妖怪传就足好笑的啊，即两种风格啦。啊，微电影的风格嘛有两种啦，好笑甲感动的啦。咱先来看吼，阿素是安怎卖电脑？吼，阿素是安怎卖伊的电脑？吼。喂，播音完错。好，感谢。来，好，要开始啊。注意看。喂，水某诶，要炸出来，你看。照他你敢有吹过？面出他咧，你敢有看清楚？你大概拢无你好多，顶解都贪着因啊！你去开门啦，我等你。安娜，水某诶，你敢有介意你的新包包？我是讲，把咱大迄卡嘛害去，你应该有一个新的哦。I love you。无加在我烘焙，我维持家庭的幸福。华硕的手机平板，娱乐、通话一机双享。你摕袂我看啊？哇吼，这咧做啥？你看有啦吼，你看有啦吼，伊咧卖迄个阿素斯的迄个 pad 嘛吼，伊就是意思就是讲吼，你会当啊吼，你会当摕来买物件哇，所以伊马上就订一卡新的去送去互因某对吧吼，是毋是安尼？啊，佫会当拿讲电话对吧吼，就是讲共时会当做代志啦。有无？所以伊就是用台语嘛，对吧？啊，用甲足好笑的，对吧？哦，这个好笑的风格啦。时间无济，咱进来去看感动人的是啥物风格啦？吼，台语会当足好笑的，嘛会当足感动的啦。吼，嘛会当个，咱先来看一支啦，吼，这个是原住民语的广告。但是原住民语的广告啊，吼，你注意看，有一个美感就是，你注意看是安怎因爸爸拢袂甲伊讲话。来，开始。哎爸，我难得回来呢，你不跟我聊天，你一直跟他们聊天啊？台北习惯。哪里都。Magnaso, losok ang dika losok ka imina. Dika losok ka. Idem sama ka idem tucing ka losok da. So kaya ya dingis. 你都不问我为什么嘎嘎了什么？ Palo monday ka ni. Masok ka lang ka. Medicine ka. 我也是 slogan 也在，忘了母语，我还会记得怎么奔跑吗？哇，银行的广告哇，银行的广告用原住民语来做伊的迄个诉求哇，吼，就是爱保留遮的好啦，哇，爱记你无语啦，吼，是安怎会等于爸爸拢袂甲伊讲话，拢甲别人讲话，因为大家拢讲无语，干那咧讲华语啊。 是毋是安尼？啊，所以爸爸就袂甲伊讲话啊，哇，你有注意到啊？吼，啊，所以伊就是足伤心的嘛，吼，所以这是一种广告啦，联邦银行啦，
伊讲要欠嘛，欠就是欠遮个好嘛，欠遮个好就是啥钱啦，哇！另外一个来。我咧想，若无我，你的日子会安怎过？是毋是共款的时间爬起来？是毋是共款准备一天的开始？其实我无讲，你变装就真水。若无我的早顿，我的你敢会只要烧烧？一个人食，心肝头敢会小看冷冷？我的前途，你敢有甲我放伫我习惯的所在？你出门，若无人甲你催，是毋是都会当看看来？楼梯真惊，所以咱就慢慢来行。30年才起啊，我是照常老热，同款的老大，若我无同款的人，是不是要有同款的准备？咱这个天气，风袂吹，雨就来。全世界可能敢若我知，你对无熟悉的人有同款的关怀。街头巷仔尾，一代换一代，古的人情味敢会还在？拜拜。当地的德国，衫叫来衫。厝无几年，你的思念，敢有过来呀？秋风也冷，讲的意料，减一个人坐，胃会较宽，心敢会较寒。人生都爱行到这，才会知，这是上爱人幸福边。才是幸福的所在。一段路，足侪好马，思念开出去，不过讲无几句话。奇情无伴，无人知影，时间。拢是安尼过，生老病死在所难免。减一个人的日子，对你敢有同款的意义？就算无我，你嘛会好好啊过。总有一天，迄天总会来。你别难过，因为我的照顾，拢伫你的身躯边，一世人的照顾，照顾你所爱的人。哇！这食朋友啊，台南迄个食朋友啊。伊唱的啊，但是配音是迄个一个另外一个人，配迄个老花音，迄个是另外一个人，迄嘛姓何呢？跟我同款姓何。嘿，对。是这个网上可以找得到。会使，会使找得到。我嘛会留互大家啦，大家直接复找就好啦，免搁找啦。就是讲啊吼，这是毋是广告最互人感动的对无？你知影迄美角伫倒位？美角伫迄个人一开始就安怎？一开始就无伫咧啊，一开始就是鬼啦，有无？哦，所以敢若囡仔看会着伊有无？拜拜，有无？是毋是安尼？啊，所以伊做诶，伊剪接甲互你感觉袂像那伊遐活咧，有无？但事实上伊是死啊，有无？吼，有无？啊，所以伊诶 slogan 是啥？啥物照顾一世人诶照顾你上来啦，
有无？是毋是安尼？是毋是足互感动诶？但你若看伊中文，伊中文就是无法度变出即个感觉啊。等下吼，所以，嘿，伊中文就敢若样子啊。养伫你的身躯边，一世人的照顾，照顾你所爱。哇！但是你一辈子的照顾，甲迄一世人的照顾你上爱的人，这感觉起来，迄情就有差啦，有无？感情啊！所以呢吼，这个广告，若用华语，对台湾人来讲，敢会有共款的感动？袂啦，袂啦。对台湾老一辈来讲，因为老辈拢用台语较济嘛吼，所以对台湾的老辈来讲，用台语才是去较有感情。所以咱昨讲的迄个物件，就是啊吼。台语就是甲感情有连结，对吧？啊，你若要诉求人的感情的，就一定爱用母语嘛，才会当有诉求着人的感情嘛，对吧？所以台湾即马有足侪即种的，啊，咱讲两种风格啦，一种是互你感觉真趣味，迄要吸引少年人的啦，对吧？吼，另外一种互你感觉真感动，年岁较大一撮，就是咱会当感动，对吧？是毋是安尼？啊，两种拢会当用台语无？拢会当啊，对吧？是毋是安尼？拢会当啊，吼。所以呢，吼。所以这个吼，啊，所以好，就是安尼啦吼，咱做结论好啊，因为已经开始啊，你嘛会当做啦吼，就是讲吼，学生其实啦吼，阮大学生其实已经做真侪个啊，我互因试做台语文创，尤其我伫迄个啥，迄个台中科技大学啦吼，台中科技大学就是以前台中上专嘛，伊是较迄个。要行迄个就业路线的人，是学术路线。去遐，我就叫伊开台语课，啊，我就叫因讲，恁试做看卖嘛，试做看卖，结果因做出真侪足有 feel 的物件啦。无时间啊，所以无法度伫遮甲大家分享啊，分享因做的作品。所以，但是讲哦，连大学生嘛会当做啦。所以咱会当鼓励咱的囡仔去向这方面发展，变成家己的特色啊，对无？咱的特色，咱伫遮美国若要做啥物设计？也是要做啥物行销啥物件，若加入咱家己的元素，是就算讲人看无哦，就算讲人看无，但是是毋是就会互大家感觉足无共的、足影目的、足想要来看卖啊？这到底是啥？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你甲台语若伫美国啦，若伫国外，你莫甲用做沙西米，你甲用做哇沙米，啥物意思？沙西米就是主要要食迄块对吧？哦，啊！你若甲用做主要要食迄地，规篇拢台语送看有，这外迄个美国人讲英语的，哪会看有对无？但是你若甲当做哇沙米，运咧安怎？会当无哇沙米啦，但是沙西米若有哇沙米，食起来安怎？气味无共对吧？迄个一撮仔，若伤济咸咧对吧？吼，一撮仔，但是互伊气味足无共的，是毋是？咱会当安尼用台语咧？啊，若会当安尼用？咱是毋是会当去甲咱的囝儿时说，看，这就是咱的特色啊，对无？是毋是安尼？郑嘉玲的迄个用台语的嘛，啊，伫台湾搁较济啦，搁较普遍。所以安怎？走向母语新时代，大家做伙来啦，安尼有啦吼。